由到5月才开一半，心事规节起变化，也是暗示叫阮一段感情着看破，暂停誓言石头烂。如今你煞予我疼心肝，自古分开，你的脚开我的放手，予你行。我若一个人，嘛会真勇敢，无想要天地当情伴。不管结局是安怎，我无后悔。3月渡关过，是怎样到5月才开一半？心事规节起变化，也是暗示叫阮一段感情着看破，暂停誓言石头烂。如今你煞予我疼心肝，自古分开，你的脚开我的放手。